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现在妈妈。今日我来介绍另外一本台语散文集，刘清良的《花儿天出飞丝》。这本散文的作者刘清良，青春的青，亮是光的意思。若看名清亮，真侪人会甲当作是查甫名。毋过若读伊的文章，就知影毋是安尼。文章内底会看到作者足直接地描写伊对亲人朋友的感情。若按照即阵少年人的讲法，刘清良应当是互做事做生理耽误着的文学作家，敢若靠写作趁食的作家真少。大部分的作者是有另外一份坐伫办公厅的工课。刘清良较无共，伊出世伫嘉义六卡，厝内做事，捌伫工厂诊所食头路，后来甲翁婿斗阵做生理。也因为伊有细汉住伫庄卡的记忆，有甲人客跋烂的经验，伊带读者看到的世界无相共。字句内面展现出伊伫世间徛起的人生智慧，用乐观的态度甲感恩的心来面对万事。伊是2014年出一本华语册，听清亮说疗愈生命故事。因为伫这本华语册内面有真侪台语，拢是伊家己凭书电写的。一直到伊遇到一位台语老师要教伊安怎写台语正字，伊就开始学，嘛用台语写作。2017年高雄工作室出版伊一本台语散文集《花儿天出飞丝》。这本看起来薄薄啊，毋过是字数袂少的一本册。我真罕得看到台语册的排版，一页排甲遮尔密。虽讲册无偌厚，内面有刻86篇散文。这本册安怎会号做花儿天出飞丝？是读文音飞丝，毋是飞丝。刘清良老师捌伫电台解说讲，这本册就是伊写的一张一张的批信。这个批互伊天出飞丝，飞丝就是一幅真水的图。这本册前半部是咧写伊的亲人，若讲大家上亲的是家己的爸母、囝儿，这个家属真接出现伫文学作品内面。毋过写家己的阿嫂都无遐尼接看呀。刘清良伫一领离山西的倒根。这篇文章写伊对因大嫂的疼惜。伊讲，想起迄个时阵，阿嫂哪会遐好打，源头有哪山会实通做。伊做人的大新妇，即爸迄边就莫讲，干那家己翁婿下骹的亲小弟小妹都有5个，上细汉的小姑嘛才读国小2年啊尔。伊伫因后头厝是买查某囝，大细汉工课有兄哥阿姊甲做便便。我想可能连家己的衫裤都毋捌洗过。即马来阮兜煞爱软的硬总冒来啊！这篇文章写因阿嫂早来的嫁妆内面有一只树木刀啊，甲一条绣花正水的倒巾。是伊足欣赏的，因为伊自细汉无半底读册倒啊通写速地。毋过伊的阿嫂嫁来无偌久就有身，应当伫顶面读册写字的树木倒啊，煞是囥牛人干啊，温罐囡仔的物件。嫁来了后，派一牵刀，也着透早爬起来宽早顿，互规家伙仔食。
后来囡仔佫一个一个步出来，师傅桌仔就囥伫遐用。伊诶大兄大嫂后来搬出去开工厂做生意，迄只桌仔就留伫厝，无搬去。经过几啊冬，刘清良写讲，虽望倒紧流逝啊，毋过我还是毋甘放杀掉，到即马对伫我诶身躯边。若看着伊，就互我想着阿嫂认命做阮兜诶新妇。若母亲会形影煮饭互阮食，拼命牵一个家，伊就亲像迄条倒紧共款，无怨言，无轻分，就算长线坐，伊对厝人付出诶温情，只是讲袂交全，毋过还清清楚楚留伫我诶记忆。伊也写伊诶大家、大官、阿伯、阿兄3个查某囝，佫真侪人。春风吹入心房，这篇写伊对因阿公甲伊细汉诶记忆。伊为去甲阿公陪梦开始讲着伊细汉时捌伫银钱骹诶乌帮写批互伊诶阿爸。伊诶爸母是读日语，知影诶汉字无济，等到因阿公看有汉文，因看到伊遐细汉就遐尼贤写，拢感觉伊真有天分，也学落伊。这篇写伊早捌字写批诶天分，是用来读批互伊诶阿母听。当因大汉阿兄去做兵，因阿母想囝，既若收着批就流目屎，毋过是看拢无。伊诶阿爸了啊读有，毋过袂晓讲互阿母知。伊7岁就会读大兄诶批互伊阿母听。为这篇了啊了解伊安怎介意文字语言，会想要写作。因阿公捌字，佮甲伊鼓励，甲伊早想要学读学写是真有关系。除了有写伊诶亲人，伊熟悉诶菜市仔阿伯，甲济人物，伊也写伊伫庄骹生活诶记忆，迄个大家庭做伙生活诶日子。伊为蒜头糖厂坐5分车去嘉义市读册，伊伫朴子溪边看会到会田甲菜园啊。这本册嘛，互我看到一个着去补货、送货，佮换店头诶头家娘诶生活。伊写因安怎会去卖做饮料诶原料，因翁出去找客户，伊伫厝敲电话推销寄样品互人。伫幼稚园若开若侪间诶年代，伊一间一间看去问。伊也捌去嘉义拜五体育场诶夜市啊摆摊卖果仁糕，生意好到后来，就摕去店头担互人卖。伊讲粉圆是5块，含人共款，要圆着箍，无箍哪会圆？含人客半烂共款爱箍。做生意遐侪年，人客来去去，生意囝学生，有人讲教生教死，无人咧教人做生意。我煞无信迄套，毋若教人趁钱，佮做便互人趁。做生意是真无用，伊破病挂号了，佮去病院，也会想讲出门一抓，就顺续去送货，去弄货弄票，去顶手遐吊货，才去病院互医生看。也因为伊做生意，佮去学台语。别人就甲念讲，无用无功，变迄有诶无诶。做生意遐尼无用，也有时间甲人参加暗时诶读册会。伊写讲，伊毋是老师，无啥物学历，毋过伊就是要去学写台文。迄阵啊，伊逐个月骑奥多拜去到嘉义市参加台语读册会。落雨天，就满雨满骑车。佮早家己做诶四手仔去请大家食。伊册内也写着袂少诶甲伊牵成诶台语先生，甲对因诶感谢。伊是安尼形容伊写台文诶欢喜。我千想嘛料想袂到，一个原本毋捌台文诶乌巴桑，也会有吟诗答对诶春天。我亲像看到15、16岁仔诶时，
徛伫茫茫红树仔骹，迄条淌出薄雾的路，透早露水澹伫我的身躯，学生帽仔册包甲我的手焦淡去。随望伫寒人的冬天，我犹是有乐观的心，哪徛哪唱歌，去东北边的学校读册。迄是一幅一幅活条的图，一页一页写我命运的歌词。即身扣人摕甲白雾去的空色学生外套，嘛是穿着真烧热，瘾人的冷风拢挡伫阿妈裙外。这就是刘清良老师。今日就先讲到这，若是有任何的想法甲意见，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若介意这个节目，请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互我，也是追踪这个节目，嘛请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若要赞助寄付，伫节目的文字说明有连啊。真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现在妈妈，大家再会。